鏡頭來看國家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，在東南亞的詐騙產業，當年產值收購台幣1.4千億這麼多。就算去年泰國主導大規模掃毒行動，也已經救出大約5000個人。不過，根據人權團體的資料顯示，目前還有大約5300個人是受困在咧詐騙園區內底。總部設在泰國人權團體人口販運受害者公民社會網絡因上新的統計，目前有大概5300名的詐騙受害者，可能綁在泰國甲緬甸邊境的詐騙園區。人權團體發文呼籲警方要趕緊行動。人口販運受害者公民社會網絡的批信當中，講到目前佇咧詐騙園區的受害者，包括1006名的中國公民、200名的緬甸人、20名的泰國人，還有來自菲律賓、台灣、馬來西亞、巴西、羅西亞，還有真濟非洲國家的公民。這些受害者佇咧嚴重的威脅之下，互人逼做詐騙，若要達成目標，得向業態。So to get people in a place where they are able to create fake relationships and steal money from people, oftentimes violence is used. It's a horrible jail-like situation for the humans inside these compounds. 人權團體指出，目前有大量受害者向拐在緬甸民兵控制區的四個詐騙園區，然後外界要救人是更加困難。泰國去年主導區域聯合行動，對緬甸米瓦迪地區大型詐騙園區救出5000名受害者。外界看作是東南亞這幾年來規模上大的反詐騙行動之一。不過，詐騙集團真緊就調整方式，依靠民兵武裝庇護繼續運作。根據聯合國毒品甲犯罪問題辦公室上新的報告，敢若是緬甸邊境的詐騙園區，每一年騙人的不當所賺的都將近5100億個台幣。若是擱再加上緬甸、柬埔寨、寮國在內湄公河地區，就要到1.4兆，相當是全世界毒品買賣規模。公視新聞，景元慶編譯。